想去完旅行返屋企個行李一推就完美收好，晒位大窗台都用埋嚟做儲物空間。今次我哋同屋主姜生一齊開箱新屋，睇下有咩貼合生活動線嘅實用設計啦。呢個家坑灣單位實用面積675尺，3房1廳，2夫妻住。屋主最大要求就係要有展示櫃、收藏大件模型同埋活用主人房窗台空間。而家就即刻帶大家去睇睇啦！一踏入屋，我哋首先睇下呢個玄關位置先。大家會發現呢度整咗圓弧位收邊，除咗視覺上令出入口空間感闊啲，最緊要係屋主平時出入都唔怕撞親受傷。跟住睇下呢組 C 字櫃，點解中間會整張抽拉台呢？因為咧，我哋又唔想買張咁大嘅台喎，但係有時開 party 啊，有啲食物咧又唔夠放，佢就幫我諗咗整一個抽板台出嚟啦。拎湯煲出嚟裝水或者擺嘢都可以墊一墊底，唔用嗰陣收埋佢，完全唔佔位。為咗配合翻 party 需求，我哋喺 C 字櫃中間都特別裝咗一條電力路軌，方便放水機、咖啡機或者用作手機插電。下面個櫃都好特別個，嗰度咧特登咧就唔整個地板啦，咁就可以我哋啲抽濕機啊或者篋啊凳啊，咁啊可以一開門就推入去，就唔使要抬一級上去啦。側邊位仲留空，埋方便換鞋。行入客廳，成個感覺都好闊落舒服。因為得我同老婆兩個住啦，咁我哋就想簡約啲，盡量咧都可以利用翻個廳嘅空間。咁我最中意咧就係一個玻璃嘅櫥櫃啦，咁就可以放到我啲珍藏。除咗頭先提到嘅行李箱位，側邊呢度亦都特登做咗櫃底留空，啲拖鞋或者成日常住嘅鞋一踢就可以收好，配合埋入面嘅滲光效果，仲可以令門口位隨時保持乾淨整齊。行入主人房，第一眼會覺得成個空間好柔和、好舒服，配合埋屋主心愛嘅公仔擺設，非常有生活質感。而呢度就係女屋主最中意嘅部分啦。開頭老婆都想有個地方俾佢可以擠啲化妝品啊，佢都話啊，你哋嗰個窗台都可以利用埋喎，所以佢就特別設計咗嗰個位置，後邊又可以儲物啦，前面又可以擺放啲風筒啊，或者佢有啲化妝品咁樣。床底呢度我哋特別加入咗滲光燈帶。半夜起身嘅時候，柔和嘅地光可以提供足夠照明，唔怕撞親腳之餘，亦唔會好似開天花燈咁刺眼，避免影響到另一半休息。另外呢種底部滲光可以消解大型家私嘅壓迫感，令床架視覺上變得輕盈有懸浮感，從而提升睡房整體嘅空間透視感。最後大家睇下床頭呢個位，我哋做咗一個衣櫃連床頭櫃嘅一體化設計，喺中間特登偷空做咗個小平台，旁邊仲預留埋插座。咁樣設計最大嘅好處就係唔使額外擺個床頭櫃阻住條路，下面仲可以做埋櫃桶裝嘢，既慳位又滿足晒收納同日常需要，成個視覺仲好統一添。入到衣帽間，成個空間嘅焦點一定係呢排大衣櫃。我哋特登揀咗長虹玻璃，減輕大型衣櫃帶嚟嘅壓迫感，令空間望落通透啲。打開入面睇，分區亦都非常實用，上面有充足嘅空間掛中長褸，下面就加咗深灰色嘅大櫃桶，方便收納貼身衣物，連埋頂櫃嘅空間，真正做到又靚又實用。去到最後一間房，我哋規劃咗一個工作區，側邊嘅櫃位亦都延續咗全屋嘅木質色調。除咗有充足嘅位擺放文件同飾品，上面仲做咗一整排頂櫃，咁樣就可以將一啲唔常用嘅嘢通通收晒入去，將收納空間用到最高。成間新屋都睇晒啦，對於成個訂造家私過程，姜生又有冇咩評價呢？咁我覺得你哋天訊都幾好嘅，咁我哋有任何嘅要求啊、更改啊，或者加減啊，我哋咧都會喺個 WhatsApp 入邊度群組度大家互相溝通，咁啊啲回覆都好快，咁啊最後都好順利，可以喺新年前完成到我哋俾我哋入住啦。100分我都會俾80分㗎啦。如果我有將來有朋友需要設計家私啊，我都會介紹你哋天訊俾佢哋。如果想睇更多裝修案例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見。